大家好，我係賴師奶。喺呢一集，我同大家分享咗一位美國華僑移居中山，佢揾咗幫佢買中山樓盤嘅中介公司去幫佢做埋裝修。後來佢就發現佢嘅裝修費係比市價高出接近1倍嘅。響視頻播出之後，就引起咗好大嘅回響，而大多數嘅留言都係明白同埋諒解業主嘅苦況嘅。我之所以決定將佢嘅事件喺我呢一個平台嗰度公開，係因為佢嘅事件發生之後，就只有中介嗰一方有自己嘅頻道可以單向咁樣去描述事件，而佢作為業主嘅呢一方卻百詞莫辯。為咗希望佢可以有一個公開發聲嘅平台，所以我就請佢將自己嘅經歷通過製作一條視頻交代始末。如果大家想清楚當中嘅內容，可以睇返呢一集。而當佢發聲之後，就可以令到更多人睇到事情嘅另一面。佢見到留言區有咁多人支持佢，佢同我講，佢都忍唔住喊咗出嚟，覺得自己嘅冤屈可以變白，有冤終於可以有路數。當然，亦都有留言質疑，究竟佢認為佢被多收14萬嘅裝修費有冇誇大呢？於是有一位網友 John 睇到呢一位業主嘅情況，同埋留言區裏面一啲質疑嘅聲音之後，就挺身而出，主動通過電話同我哋分享咗佢喺中山裝修嘅經歷。力證喺中山裝修100平方米左右嘅單位，20萬左右已經可以揾到好高質嘅裝修公司，完成一個好滿意嘅裝修啦。所以佢認為呢一位業主嘅裝修費的確係偏高嘅。而 John 亦都將佢同裝修公司簽訂嘅合同細節提供咗俾我哋睇，希望藉住我哋呢個平台俾大家知道呢一啲裝修費嘅內容，希望大家喺裝修嘅時候可以多一個參考。另外，亦都有一啲零星嘅留言認為呢一位業主公開作出剖白，佢嘅目的好可能就係想脅迫中介嗰一方就範，賠償俾佢認為多付嘅14萬裝修費，又或者想借詞唔找尾數。亦有一啲網友提及到嗰一間中介公司嘅裝修團隊，亦都做咗一啲視頻去公開好誠意咁為呢一件事作出道歉。咁樣，究竟呢一位業主係唔係想追返呢14萬佢認為多收嘅費用呢？佢又有冇找到尾數呢？而嗰一間中介嘅裝修團隊又有冇真係好誠意咁樣向呢一位業主作出道歉呢？今集呢一位業主就將大家所有嘅疑問俾出咗一個答案啦。如果你都想知道真相，又或者想知道佢俾大家啲乜嘢嘅忠告，就請你睇到最後。我希望分享一段不愉快嘅經歷，幫助其他將來想要移居大灣區嘅香港及海外華僑避免中伏。喺呢度，我想特別鄭重咁向幾位曾為我發聲、揭露我裝修遭遇嘅 YouTube 博主們，表達我最深切嘅感謝。喺我最無助、尋求公道無門之時，係你哋幾位博主伸出咗援手。你哋每一位都並非輕信我嘅單方面陳述，而係秉持住媒體人應有嘅嚴謹同責任，同我進行咗長達1-2個月乃至半年嘅漫長溝通。你哋唔厭其煩咁反覆核實我提供嘅每一份聊天記錄、合同文件、報價單同埋照片同視頻證據，耗費咗巨大嘅心血同時間，只為確保視頻內容嘅每一個細節都係經得起推敲。你哋嘅挺身而出，讓我感受到咗網絡嘅溫度同力量。事情嘅經過，我喺香港長大，後嚟移民到美國。我上年決定喺中山定居，喺 YouTube 上邊揾咗一間地產中介公司去幫我買樓。好快我就成功喺中山買咗一個104平米嘅毛坯房單位，但係我人生路不熟，唔知道可以喺咩途徑揾到一啲可靠嘅裝修公司。就喺呢個情況下，我就錯信咗我嘅地產中介公司，選用咗佢哋嘅自家裝修團隊。但係好不幸，佢哋利用咗我對佢嘅信任，明知我哋外地人根本係唔知道裝修嘅市價，就故意標高咗價格，所以我就要俾高過市價差唔多1倍嘅價錢。我俾多咗最少14萬。我可以好肯定咁樣講嘅原因，係因為我咁啱有一位鄰居，佢嘅毛坯房單位同我嘅單位，無論喺間隔或者係大細都係一模一樣嘅。佢啱啱要揾裝修公司去裝修，我就幫佢揾咗4間本地知名度高、有信譽良好嘅裝修公司。去到我嘅屋企睇我嘅裝修，話俾佢哋知我嘅鄰居係想要同我一模一樣嘅裝修，請佢哋報價。我嘅裝修全屋大部分嘅地方都冇做天花，牆身又只係用油漆，所以裝修係非常之簡單。但係我就要俾我嘅裝修公司
總價係高達34萬，即係3300蚊每平米。佢哋原先甚至要求係要高達40幾萬，即係4000幾蚊嘅每平米。之後我同佢哋講價，終於佢哋先至肯俾我一個所謂特別嘅優惠。1個星期之後，我就收到嗰4間裝修公司所提供嘅報價單，每一份報價單都好詳細咁樣列明咗每一項嘅收費。而呢4間裝修公司佢哋所報嘅總價都係差唔多一樣，都係喺20至到22萬之間，即係1900蚊每平米。我相信如果我係同佢哋講價嘅話，可以有更便宜嘅價格。我整個裝修嘅服務用料、工藝同埋質素都係低於一般裝修公司嘅標準。我封窗嘅用料係用咗最低標準3C 嘅玻璃，係冇品牌嘅，但封窗嘅收費竟然高達35000蚊。而其他嘅裝修公司佢哋用有品牌嘅玻璃，收費只不過係17000至到22000蚊之間。仲有我住屋嘅訂製櫃都係一樣，我訂製櫃用嘅係比較低級別，啱啱叫做合格嘅20級嘅板材，但收費就高達108000元。而其他嘅裝修公司用嘅係更高級嘅 ENF 板材，收費只不過係48000至到58000蚊之間。其實當初我揾裝修公司嘅時候，我都有揾其他嘅裝修公司去格價嘅，但係大部分嘅裝修公司我都係喺 YouTube 平台上面去揾，所以價格都係非常之貴。因為我忘記咗內地人咧根本係唔用 YouTube 嘅，所以而家喺 YouTube 平台上面宣傳嘅裝修公司，全部都係針對我哋外地嚟嘅華僑。佢哋就壟斷咗 YouTube 平台上邊內地裝修嘅呢個市場，所以佢哋可以亂咁提高咗裝修嗰個價格。因為我已經揾咗4間公司去幫我做裝修嘅估價，有咗充分嘅證據，知道自己的確係俾多咗14萬嘅裝修費。當然心裏邊係覺得有必要，亦都有責任去投訴同埋去討回公道。律師認為我唔值得去起訴，喺起訴嘅期間，我係唔可以入住我自己嘅單位，而且裝修合約上好多嘅細節原來都係保障裝修公司。雖然話唔起訴，但律師建議我自己聯絡裝修公司，書面表示我對裝修服務嘅不滿，並嘗試要求賠償。我自己做服咗冇辦法，但係我好唔想見到其他外地嘅華僑有好似我咁樣嘅遭遇。我喺小紅書呢個平台聯絡本地嘅裝修公司，話俾佢聽，我哋外地人大多數都係唔會用小紅書嘅，希望佢哋可以考慮喺 YouTube 呢個平台上面宣傳，令到我哋外地嘅華僑喺挑選裝修公司嘅時候有更多嘅選擇。其實問題嘅重點根本並唔係服務有幾好同壞，而係收費是否合理，收費是否過高，甚至可能高出1倍。即使服務達標，但係如果收費遠超市場價格，呢個就係一種針對信息弱勢群體嘅不公平交易。就好似我屋企裝修，經專業嘅評估，發現我係最少多付咗14萬。作為外地人，我哋習慣咗自己原居地嘅消費水平同模式，初嚟乍到，難以快速掌握本地嘅市場價格。裝修公司正係利用呢種信息差，將我哋視為待宰嘅水魚，報價高出市場價1倍甚至更多。更令人擔憂嘅係，隨住近年越嚟越多港澳同埋海外人士移居內地，唔少裝修公司發現咗呢個商機，專門針對外地客戶抬高報價。即使我哋貨比三家，由於冇接觸到本地人真正使用嘅裝修公司資源，好可能誤以為嗰啲虛高嘅價格就係市場正常價。揾裝修公司嘅時候必須謹記以下幾點： 1. 揾本地人選用嘅裝修公司。裝修要揾本地人都會選用嘅裝修公司，而唔係專門做香港同埋海外華僑生意嘅。國內嘅本地人都唔認識，更唔使用 YouTube 呢個平台，所以喺 YouTube 平台上宣傳嘅裝修公司都係專門做香港同海外華僑生意嘅。要尋找本地人推薦嘅裝修公司，查閱本地網上平台，例如抖音、58同城嘅案例，了解真實市場價格。我哋要作本地化諮詢，加入本地業主群，睇鄰居們嘅裝修經驗，亦可嘗試認識同埋諮詢已喺當地生活多年嘅街坊同朋友，了解實際裝修嘅市場。2. 建議裝修講價。裝修呢個行業食水非常深，裝修好多時係海鮮價，同一樣嘅裝修工程同埋用料，唔同裝修公司嘅收費可相差1倍以上。好多時裝修公司亦會按客人嘅地址、職業、背景同埋來源地開出遠超市價嘅報價。另外，由於市場競爭激烈，裝修公司通常會預留一定嘅議價空間，所以為到爭取更公平嘅價格，鼓勵大家講價。建議可透過比較不同公司嘅報價之後，同各裝修公司協商，以爭取更優惠嘅價格。3. 了解市場價格。內地裝修便宜過香港同埋海外非常多，毛坯房通常2000蚊人民幣以下每平米嘅裝修，已有非常好嘅設計同埋質素，而專做香港同埋海外華僑生意嘅裝修公司，價格大多係高過市價好多。就算你並冇要求裝修材料用大品牌，價格要喺3000蚊每平米或以上。大家務必貨比3家多方比價，可通過正規平台如土巴兔、齊家網等查詢市場均價，或諮詢多家本地人都選用嘅裝修公司。
而網友 John 亦都正做咗一個完美嘅示範，佢的確係先睇咗好多響 YouTube 頻道賣廣告嘅裝修公司，佢哋裝修大約嘅價格，再親自到所購單位嘅所在地中山，去好多地道嘅裝修公司嗰度問價。最先佢係選用咗當地著名嘅工程公司，去為佢父母所買入嘅華發廣場大約100平方米嘅單位去做裝修，價格大約就係23萬人民幣。佢除咗因為有少部分嘅情況被某位工頭食價而感到不快之外，基本上佢對於整個裝修嘅手工同埋完成度都係感到好滿意嘅。之後有咗響內地裝修嘅經驗，佢自覺可以掌握到監控嘅方式同埋篩選工程公司嘅能力，所以佢就為自己嘅單位揾咗一間當地價格比較親民嘅裝修公司去做裝修啦。佢個單位呢就係響華發觀山水，亦都係大約100平方米嘅。而呢一份報價就係佢要求要跟足 YouTube 視頻上面某一個報稱裝修價格要達到30幾40萬嘅範例去制定，而出嚟嘅第一份報價就係大約17萬幾人民幣。響佢講價之後，就以15萬幾人民幣去簽訂合約啦。佢都答應咗我哋，響裝修完成之後，都會將佢嘅裝修成果公開俾我哋參考嘅。而呢一份報價嘅細節同埋佢點樣避開響現場工頭食價嘅情況，我就會響稍後嘅賴師奶傾下偈嘅短視頻裏面同大家分享噶啦。希望呢一啲實戰嘅資訊可以俾大家響處理內地裝修事宜嘅時候免於中伏。最後想同大家更新我與裝修公司糾紛嘅後續進展。原本希望喺律師嘅協助下能夠與裝修公司理性溝通，但結果卻更加令人失望同埋憤怒。事件經過：一、律師陪同下約咗裝修公司面談，對方態度極為強硬。2025年4月17日，我喺律師陪同下主動約咗裝修公司面談，因為我仲有19000蚊嘅尾款未付清，所以我想盡快解決。但係對方態度極為強硬，我已經表明主動大幅降低賠償金額嘅要求至2萬幾蚊。賠償主要要求係基於一點，因員工期延遲，我要取消成個移居計劃嘅損失，包括重購機票等。二、工程嘅增項大部分係裝修公司冇通知我要付額外費用嘅情況之下增加嘅，唔合理嘅後加數。三、我廚房石英石、2個馬桶、幾個星盆同埋拉籃都俾人中租，都有啲無法清理嘅污跡。對方一開場就明確拒絕賠償，並全程多人輪番對我指責，甚至威脅揚言要告我。最後佢哋問我，你要2000、3000定係幾多？我心裏嘅感覺仿佛係施捨一般。二、我點解最終放棄索賠？對方嘅態度已經唔單止係推卸責任，更係對我人格嘅指責。佢哋明確表示唔再負責任何我屋企裝修未完成嘅執修及修美工程，更唔會承擔日後任何補修嘅工作。雖然呢啲都清楚列明喺我嘅裝修合同上，本應係裝修公司嘅責任。面對佢哋惡劣嘅態度，我唔敢再讓佢哋任何一人或者佢哋派嚟嘅工人進入我屋企，亦都唔敢再同佢哋有任何接觸。所以我唔止最終放棄索賠，付清全額嘅費用，我亦都無奈咁同意咗佢哋唔再負責修美工程同埋日後嘅補修呢種不公平嘅對待。三、我當日就付清咗全部尾款，為咗避免後續衝突升級，我選擇咗全額支付。喺我跟裝修公司面談之後當日，即喺2025年4月17號，我就付清咗19000幾蚊全部嘅尾款。我覺得呢個唔係妥協，而係對我自身聲譽及安全嘅無奈讓步。最後我想講嘅係，即使你有合同、有律師、有證據，仍可能遇到對方用言語威脅等嘅方式逼你退縮。如果你係外地人，更需謹慎。缺乏本地資源同人脈，往往讓我哋喺糾紛中處於更弱勢嘅地位。我分享呢啲，希望你能夠從中吸取經驗，避免踩坑。我哋因嚮往大灣區嘅生活而嚟，卻可能因不熟悉本地環境而成為某啲不良商家嘅目標。我哋越係公開透明咁討論呢啲問題，越能推動市場變得更規範。大灣區嘅生活整體係便捷溫暖嘅，但偶爾亦都會遇到不盡如人意嘅事情。重要嘅係我哋能夠互相提醒，共同維護一個更透明嘅消費環境。我開設呢一條頻道嘅初心就係希望有一個非中介嘅平台，可以讓網友揭示灣區種種嘅真相，互相警惕，
互相圓滿，有福可以同享，有怨都可以有路數。如果你都有同類型或者唔同類型嘅灣區不愉快事件，都想有一個可以讓更多人知道嘅平台，去將事件曝光，令到有意走進大灣區嘅人可以避免中伏，就請你通過呢一個電郵聯繫我。我相信喺呢一條頻道，大家可以更清晰咁樣睇到一個不唱好、不抹黑嘅灣區真面目。